人品大測試，就算我係從來都唔好任何水上活動，我都推薦你嚟花蓮要出海做呢樣嘢。原來花蓮海域有多達20幾種海豚種類，今次就參加咗呢個多羅滿海洋導覽體驗，出海去睇海豚同埋鯨魚。不過都幾唔簡單噶，事關我哋出發嘅時候呢，已經係有少少微雨，去到海中心嘅時候，哇，擾到我呢個怕水嘅人都覺得好不安啊！大風大雨，全身都濕晒。但我想講，當你見到海豚圍繞住架船，四面八方一群群咁游緊過嚟，嗰刻你會覺得咩都抵翻晒。同埋我覺得好開心嘅係，見到嘅終於唔係一兩條離開咗屋企去到主題樂園或者水族館打工嘅海豚，而係真正自由自在又唔寂寞嘅野生海豚。多羅滿已經舉辦咗超過1000個導覽航班，憑住佢哋對海洋生活嘅長期觀察同埋專業知識，佢哋帶團出發睇到海豚嘅機率可以話係超過95% 噶。不過睇到鯨魚就係另一回事啦。點解係個測試人品嘅機會？係因為相傳要人品好、緣分夠，先至有機會見到鯨魚噶。結論係我應該都要做多啲善事先得啊！你又覺得自己人品如何呢？快啲 save 低呢條片，下次嚟花蓮見到鯨魚嘅話，記得留言話我知啊！